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又買咗新嘅手機方便拍片啦。今次買呢就係 Samsung Galaxy A17 5G 機啊。呢一個呢容量呢就係128G 嘅，咁呢有3隻色嘅，有藍色啦、銀色同埋黑色。咁容量呢有除128之外呢，仲有256G 嘅。價錢呢就喺呢一度。講完價錢，我哋拎部實體機嚟望下。咁而家新嘅機已經全部唔跟插頭啦，咁就係得條線嘅啫。拎條線出嚟望一望。新線就全部都係 Type C 轉 Type C 嘅，出邊自己買翻相應嘅頭啦，同埋有支針啦。呢部就係機啦。我哋而家呢個呢就係藍色嘅。摸上去幾線手嘅，後邊有3個鏡頭嘅，分別咧就係5000萬像素、500萬像素同埋200萬像素嘅。前置鏡頭咧就得喺前邊啦，咁咧就係1300萬像素鏡頭。側邊就係大細聲啦，所見。插卡咧就喺呢一度嘅。我拎支針出嚟，側邊篤。電話卡同埋呢個 SD 卡嘅，如果你唔放 SD 卡咧，就可以放2張電話卡。而家可以放落去啦，我哋。呢部機咧嘅電嘅容量咧就係5000嘅，喺防塵防水咧係 IP54。而呢部機上市時間咧係2025年8月，可以插到支援到 SD 卡咧就係難能可貴，因為而家新款嘅 Samsung 機已經唔支援插呢個外置 SD 卡啦。呢部機咧就係個 mon 咧就6.7寸 mon 啊，下 Android 15，支援5G、4G、3G、2G 機，仲有指紋解鎖添，又有 NFC， 絕對抵玩啊！呢部機，反應都幾快，俾小朋友或者老人家用咧絕對足夠噶啦。再講多次，呢部咧就係 Galaxy A17 啊。如果你嫌佢容量唔夠，可以買大啲版本256。呢個咧就係128G 啫。今條片嚟到一度，我哋下條片再介紹其他嘢。Goodbye。